一個信念同埋成間學校文化咧，係足以影響成間學校。呢個係我喺2000幾年嗰陣時做，唔知點解嗰陣時傻傻更更咧，我自己有個觀念會入到呢間學校，我自己心裏邊咧好想，我係好中意人本教育。喺我心裏邊嗰種人本教育係咩咧？我覺得人係好重要嘅，學生好重要啦，家長好重要啦，老師好重要啦。嗰種重要喺自己心裏面覺得真係覺得呢個人係最重要。當時自己一個好傻傻更更嘅觀念嘅，我自己覺得就係，因為我係由紅褲仔出身噶嘛，我係老師嚟噶嘛。咁我開始就係，我就覺得我覺得如果我做校長，我想校長做啲乜嘅咧，或者我想校長係點嘅咧？我希望校長係嗰道門，又或者 leader 咧，嗰度永遠都係幫助人哋去發展。我希望校長道門永遠都打開，啲同事可以隨時入嚟一齊傾。想個個都負權承責嘅過程裏邊，你唔好覺得你做得唔好嘅時候係叫你出嚟孭鑊，鑊係校長孭嘅。